老师，较紧一丝丝啊，较紧一丝。来，那个第10个念出来。来，第一站，主上帝正手，在咱中间这里，写出仁爱宽容的话，咱将做甲一派，咱胜利甲目屎，伊做上帝正手拢有记载。第二站。上帝正手，在咱中间一生，指出咱应该行的路。虽然我表达我信仰已行袂错，你做上帝正手咱有亲传。第二首圣诗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来，第一集，对不对？552。咱这条也真熟，好，咱练歌到这结束。请若扎手机的人，将你手机关做震动，也是甲关起来。多谢。
知影，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咱三甲来聆听圣诗第22首，主上帝正手，请咱起立来聆选首。三甲用新的界面来告别人的信仰，恁着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圣旨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甲来共读上帝话，启文第20篇诗篇90篇。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众山也未受造，你永永远远是上帝。你予土做了，
归回土粉。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眠梦。早起时发出来无声。我因为你的受气消灭。你将我的罪过摆列伫你的面前。我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啥物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求你教示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啥物时才会改变心意？求你通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互阮一生有遐侪艰苦灾难。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我的上帝啊！求你，互我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我所做一切平安。咱三甲同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愿专心感谢你。阮的上帝，你赏赐阮一地面上的一切，拢是满足阮的心愿。阮感谢你的信手扶持眷顾阮每一日的生活，互阮伫即个复杂、充满挑战、甲刺激的生活中，斗胆讲会当顺利平安。阮为心底来献上感恩。虽然是安尼，阮还阁有侪毋满甲要求，这毋满甲要求常常互阮跋落一自高、骄傲，也不时有忧愁甲怨叹。阮的上帝啊，阮实在袂当称作你的好囝儿，因为阮有算袂了的辜负。加在你有找救主耶稣，伫阮的中间，用伊本身来赎回全人类的性命，互阮阁看见光明，阁找到性命的毋茫。所以，阮一遍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清起阮的念头，赏赐阮有换心正直的心。互阮为你所予阮的话得到新的启示甲帮助，阮要将今日的敬拜甲服侍恭敬摆列伫你的面前，换你欢喜感觉，阮的感谢甲认罪。伫即时，求你搁一遍安静阮的心，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牧师今日要传讲的信息，拢是对你遐来明白你的旨意，加添阮的信心甲信仰，互阮所做一切行通顺利。来得到平安甲喜乐，来荣耀你的性命。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上站要请上好团契来献诗。
咱三甲来讲听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西利记第2章18节到20节。我搁甲恁讲，我的上帝手怎样帮助我？甲王对我讲啥物话？因着讲，人起来中结，对安尼，因坚强起来，做即个好的工程。毋久，荷伦人沙巴拉甲官王阿门人多比拉，一直阿比拉人基先听着，就起笑我，看向我讲：你是要做啥物？是要背叛王是无？我应因讲：天顶的上帝会互阮成功，阮是伊的仆人，要起来中结。因伫耶路撒冷无分无权，无人甲因纪念。愿上帝话祝福人。今日是台湾圣学院的奉献主日，欢迎台湾圣学院差派王永信牧师来讲道。伊今日要讲道的题目是做伙来中结。并且大家平安。有这个机会对台北来台南的所在无同的天气伫台北已经真冷来到遮真烧热体会到这个台南人的热情伫昨昏也有通享受到咱台南的真侪遮好食而且会食物今仔日伫这所在，甲大家做来敬拜，大声有缘要代表学校咱知影神学教育足要紧神学教育也有缘就需要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大家做来关心，做来带导，做来支持。因为神学教育要继续落去是非常的无简单，但是伫早期的宣教师咱看见，因知影因对英国对后来对加拿大来到伫台南是讲去到伫即个淡水所在伫遐宣教，但是因知影即个传教的工作毋是一个人会通完成，必须要世世代代继续落去，所以最要紧，无论是伫台南还是伫台北，拢设立神学院，甚至后来咱看见原住民的需要，伫玉山伫即个花莲的所在来设立即个玉山的神学院。后来伫背教运动的时，看见即个福音的需要，伫新竹圣经院来培养遮个平信徒的即个工人会通来传福音。教育是真最足要紧的一个工课，因为只有通过教育，才会通久久长长，会通将即个要紧的圣工会通继续向前行。所以搁一届来甲大家说多谢，也搁一届来拜托大家继续为着阮祈祷，也来支持帮赞，互神学教育会通永远安尼继续来服务教会，然后教会会通起造，神学院也通继续起造。大声咱先做伙来祈祷。主上帝，多谢你，互阮今仔日会通做伙组织来敬拜，也知影你疼惜阮，也有缘呼召阮成做你的囝儿查某囝，为着会通靠较久久长长持守伫即个信仰，所以你来建立教会，成做信仰的团体，互阮互相扶持帮赞，继续来行即个信仰的道路。也为着会通继续来保守即个信仰的顺承，通过教育通过培养遮你的工人进入教会来遮服侍帮赞信徒建立信仰，然后教会通得到成长，也透过教会成长勇壮来支持关心神学教育，互神学教育也会通继续向前跑走。即款真好的即款的循环。伫你文典听人中，经过100几年久，互台湾的教会日日会通兴起。愿上帝甲阮同在，保守阮今仔日所要领受你的话，阮重新得到激励重新通过你的话得到帮助。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的名。伫早起拄着侪人甲我问一个上简单的问题吼，你是属关牧师的哥哥啊弟弟？我感看起来有较少年是无？属关牧师是我的小妹，差我2岁有缘即摆还伫即个嘉义大埔的所在咧牧会多谢大家嘛对伊的关心。我听讲有真侪兄弟姊妹安尼3不5时嘛去甲探访，去甲关心安尼吼。而且也有缘代表我的小妹甲大家说多谢。
通过今仔日所读的一段圣经节，咱读到的是2000多年前的一个记载，甲咱那像是无啥物特别的关系。不过，牧师希望咱透过上帝圣经的话，通过过去的历史，咱今仔日嘛会通有真好的学习甲思考。咱知影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后来伊成立一个王国。第一个王是叫做扫罗，后来接续是即个大卫，大卫互即个国家会通强盛，一直安定落来。所以接续伊就将即个王位来，互伊的即个儿子所罗门。所罗门伫圣经内底称伊做是一个上较有智慧的王。伊会通互即个伊充满着智慧，有写真侪遮个箴言，也是讲真侪遮个诗歌，也国家真正富裕。伫个所在来起造上帝圣殿，但是个人想诶，若我搁看刷落去，当所罗门行完伊诶人生，将王位交互伊诶囝叫罗波暗诶时，是一个大诶失败。因为圣经记载讲，罗波暗伊诶囝无要听这个年老诶大臣诶话，来好好来互百姓得到休困，颠倒听伊诶少年伴，甲伊讲。若是无甲将遮个百姓压落底，即个以后因就袂服你。我伫即段圣经内底，家己做老爸做阿公了，真深的体会是，我发现所罗门是个失败老爸。伊无好教伊个囝，伊阿公大卫是一个足好的王，所罗门是一个足有智慧的王，哪会出现即个孙仔，无要听遮个大臣的话，听遐个少年伴、佚佗伴的话。把国家舞起来喏，煞分裂做南北国。罗波暗无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亚罗波暗起来，将国家分裂做北平以色列、南国犹大。国家渐渐走向这个这个衰退这个路。所以至到伫主前720几年的时，北平以色列和这个亚述的帝国甲伊灭亡。接续伫主前587年的时，南国犹大犹原互即个巴比伦甲伊灭亡，若甲伊灭亡，佮将因的百姓掠到伫巴比伦去做奴才。圣经内底记载讲，遮受掠的百姓真艰苦，因为因想袂通的，就是讲，因是上帝选民，上帝永远要甲因同在，上帝要互因的即个王国会通继续到伫久久长长。是安怎？即个时阵，因的国家灭亡，甚至互人受掠，到伫巴比伦做奴才。圣经安尼记载讲，遮个人坐伫巴比伦的河边，因将因家己的琴挂伫迄个树仔顶。伊讲：阮无法度来唱阮即个以色列人的歌，唱犹太的歌，因为阮已经无绝望啊。而即个他乡的所在，无法度搁再唱因故乡的歌，因为因全然失望，国家无去，互人掠去做奴才。个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凄惨，敢毋是？但是无拍算，上帝本来透过先知甲因警告：你若无听我的话，你若搁去拜偶像，我要甲你刑罚。但是这以色列百姓无要听上帝话。无要悔改，甚至甲先知掠来甲杀互死。所以上帝用阮亚述帝国将以色列甲伊灭亡，用阮巴比伦来将南国犹大灭亡。可能咱较少年这代可能较无法度了解。我以前听长辈拢甲我讲我这个囝教拢袂乖，去互别人教较会乖无？你捌听过这句无？去互别人教较会乖无？安尼吼。上帝要教示以色列人教袂乖，互亚述甲巴比伦来教示因，甚至因的国家灭亡。当因国家灭亡了，这人失望，但是上帝无放弃。像咱做父母的人，甲咱的囡仔修理了吼，咱无放弃呢。咱甚至有的人甲讲甲要甲赶出去，嘛无放弃。上帝无放弃伊家己的百姓，所以找先知开始甲因讲。特别伫以赛亚第40章内底就安尼讲，伊讲你着安慰我的百姓，安慰我的百姓，为什么？因为你的罪所受的苦楚已经到遐，你着安慰你的百姓。我要安怎？
要搁我疼惜恁，我要搁甲恁带倒转到伫恁家己的国家，有可能无？对伫遮以色列人来讲，无可能。哪有可能？阮国家就无去啊！我互人掠来做奴才，我免哪转去家己的国家。但是伫上帝万事拢可能，敢毋是？上帝兴起一个小小的国家叫波斯。巴比伦是一个足大的帝国，但是这个波斯细细的波斯竟然甲巴比伦拍败，取代巴比伦成做这个地方的这个统治者。但是这个波斯王真聪明，伊知影伊遮尔小国家要管遮尔大的土地足困难，所以这个波斯王叫歌列。咱若读以赛亚书就看到这个歌列，伊毋是信上帝，伊毋是信上帝啦。但是上帝使用伊，上帝讲这是我的萝卜，讲歌列是伊的萝卜哦。上帝是掌管宇宙万物全人类，所以无相信伊的人，什么嘛是安那，嘛是上帝咧掌管的。上帝讲，歌列是我的萝卜，为什么？歌列是上台了，伊宣布，咱若看以斯拉记内底，伊就安尼宣布讲：恁中间既若有做伊的百姓，通上去犹大的耶路撒冷，伫耶路撒冷搁去耶和华以色列上帝殿。这个命令毋是出自一个信上帝王哦，是出自一个无捌上帝的歌列。伊宣布讲。恁若有人愿意，会通转去犹大安怎？重建耶和华恁的上帝圣殿。哇！以斯拉，佮有所罗巴伯，佮有大祭司约书亚，毋是迄个出来叫约书亚，因就悄悄转去因的故乡，真正转去起圣殿的。哎呀！所以圣经安怎描写？伫即个诗篇126篇第1节到第3节，安尼描写讲，耶和华带遐个受掠的人。倒转来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迄时因亲像民望，迄时因的嘴哈哈笑，你知道？讲做梦嘛会笑，你知道？做梦会笑，讲哈，咱会使转去啊？哦，我做梦嘛会笑，讲吼，因的嘴哈哈笑，因的嘴出大欢喜的声，连外邦人中有人讲，耶和华为着因行大事。耶和华有伊因行大事，咱就欢喜。伫人认为完全无可能的中间，上帝行大事，互遮个百姓讲会通倒转去重建因的圣殿。所以以斯拉甲即个所罗巴伯，还佫有即个大祭司约书亚，因就带百姓转去重建，然后就来去，有人转去，有人佫来。第二波即个人叫做尼米。尼米本来伫即个王宫内底咧替王传饮料的人，华语讲酒政，就是替王传饮料的人。伊听到这个对故乡转来人甲伊讲，哎哟，阮转去吼，虽然是转去重建即个圣殿吼，不过吼也是无效。为什么？因为咱的城墙受拆毁，佫互人放火烧。因为我以前拢想无咧。这个城拆掉是安尼放火烧，咱知影古早城拢用什么？用石头起的对无？啊，石头起甲拆掉，啊，先来放火烧。后来才慢慢才了解，石头若拄着悬的温度烧以后，石头会安怎？石头会裂开啊，会变腐去啊。因为这个统治者惊伊讲拆毁的城，因佫重新起造，会佫起来反抗，所以安怎？要做就做较彻底，甲伊城拆掉以后，佫甲伊放火烧，互石头裂开、腐去，就无法度佫再起造这个城。才伊倒转来人甲尼米讲，尼米听到心内非常的艰苦。这是伊的故乡，已经有一个机会会通转去重建圣殿，较无问题。但是要重建城墙要安怎？城门受拆毁，佫互火烧，咱来看尼米第一章。但是伊一个心，就是要为上帝来做大的工作，所以甲上帝祈祷，上帝，你都爱互我有一个可能性，免怎会通倒转去重建这个城墙？无拍算，伊安尼忧头甲面，王看见就甲伊问讲：尼米啊，你到底为着甚物咧艰苦咧？伊就将这个代志老老实实甲王讲。王竟然甲伊讲：好，我准你转去，放你的假。
然后呢，互你这个过路的这路条，过来你到当地有需要什么款的建材，你拢会通地方的这个官员来申请。哇！尼米有得到这个应承，伊足欢喜，就呼召一寡人做伙转到耶路撒冷，要来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但是要重建这耶路撒冷城，敢有遐遮简单？所以用几若工的时间，伫圣经内底记载，伫暗时的时，徛到尾，家己一个人去巡视这个已经破烂的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经过3天以后，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一段圣经节。伫第2章内底，伊就调一遮人到伫伊面前，遮人到伊面前，甲因分享即个要紧的一个什么要紧的代志。对于即个18节的所在，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在讲，我甲因讲，遮人主持了讲，我甲因讲，我的上帝手怎样帮助我？甲王对我讲什么话？上帝。伫即个无可能中间，互伊有一个可能的机会。过来，王对伊讲稳定的话，讲要甲伊帮助，要互伊即个代志会通成。所以就呼吁遮个人讲：咱起来起做吧，咱起来起做即个城。所以大家就讲好，咱做伙来起即个城。对安尼，因就奋勇做即个好的工。哇！伫无可能中间。尼米得到这个机会，倒转去，然后暗来勘察这所有的城墙，然后就甲这人分享讲：你甲看，今仔日毋是我要做，上帝帮助，王也帮助我。哇！咱这个代志一定会成。大家听到都讲好，我要甲你做来拍拼，要来做这个好的工。各位兄想的。当咱伫教会嘛同款，一个好的工程开始要做，开始就什么免遐尼辛苦啦！哎呀，做这敢有效？哎呀，做这加了工，哎呦，这开足侪钱呢，是不是？定一件好代志要完成的时，颠倒会拄着真侪阻碍。尼米甲遮个人要做来起做圣殿，但是咱知影，因受掠已经50年久。这个所在已经有别个人伫遮徛起，遐个人因感受到你若是伫遮重建这个城墙，对伊来讲是一个威胁。所以咱就继续看第19节安尼讲：总是何伦人参巴拉，甲做罗卜的阿文人多比亚，甲阿拉伯人基神听伊就踢笑伊，踢笑阮，看见阮讲，恁所做是甚物？要背叛王。遐个人用一个真大的罪名安伫尼米的身上，讲你到底咧创啥？你要起啥？你是要来反叛王是毋是？各位，伫古代这是真大的罪名，是不是？你若伫以前这个皇帝的时代，讲你要起来反对这个皇帝，你安那可能免偌久，你的头就无去啊！哇，对尼米是，但是尼米会惊无？尼米当然毋惊，为什么？伊要打的是甚物人温顺？是王温顺的吼，是王温顺，当然伊毋惊。所以伊就对因讲：20节，我应因讲，天顶的上帝伊要互阮兴起，阮做伊的奴仆的，要起来起做。讲上帝甲阮同在，王嘛温顺，所以我要起来起做。阮是做伊的奴仆，我要起来起做。但是恁呢？伊讲。总是恁伫耶路撒冷无分无权无名字，恁甲即个城无关系。即个城若一旦起起来，甲恁无关系。其实你也知影，尼米并无排斥这个人，意思讲恁若愿意甲阮做伙来努力，恁愿意恁已经徛起伫遮，甲阮做伙来起做即个城。即个城甲恁有关有分有名字，但是恁若无愿意咧，即个城就甲恁无关系。我读这段圣经节的时，我就想到，虽然咱伫这个时代，咱无亲像当时的犹大拄着这款的悲剧，城门受拆毁、受毁坏，人民受掠到伫巴比伦做奴才。但是，咱若跳较紧，倒来到伫现代这个时代，我会记我
细汉的时，讲起来细汉，我嘛无偌老啦吼，嘛是已经68、69岁啊。迄个时代，教会领导这个社会，当时无人要管这个目睭看袂到的，无人要管耳孔听袂到的，无人要管乌骹病，无人要管这个泰国的病人，什么人做这个工作？教会做这个工作。在当时在教育无普及的时，什么人开始办学？教会。伫这个真侪迄个妇女受看轻、受排斥的时，什么人为着妇女来建妇学？教会。但是各位兄弟妹，一年经过了，今仔日的这个时代，咱变做咧热这个社会安怎热拢袂着啊？这个社会变化万千，教会速度愈来愈慢。咱就是人伫外面咧上班咧工作，咱知影这个社会竞争迄个速度非常的紧，但是教会速度愈来愈慢。咱足侪议题、足侪问题、足侪需要做的工作，拢无法度对着这个社会。所以慢慢，咱的教会内底受社会影响愈来愈大。咱对礼拜开始无重视，咱对读圣经开始无遮尔要紧，咱对持守信仰、照着上帝话来行，嘛无遮尔要紧。各位兄姊妹，我无了解咱的教会情形，但是我牧会41年，看到教会这情景，我心内会烦恼。伊讲牧师，你是安怎看出今仔日的教会的这款的现象？我讲对优先次序就看出。我自古早无论做什么代志，礼拜优先，对无？无论做什么，信仰优先。圣经的教是优先，但是即摆呢，牧师我要请假是安怎？阮亲戚来，我要请假，我要去参加同学会。我甲牧师讲，牧师，阮囝即摆读高中爱补习，所以无要来团契。是个我毋是要指责，是咱开始互即个社会亲像将。对，咱诚做上帝的囝是怎么讲？互咱变做互即个社会甲咱掠掉，咱诚做即个社会的奴隶共款。咱今日的教会若无定心徛起来，会通看见上帝伫教会即个大的使命，是要将福音传到伫每一个所在，互上帝话会通诚做。所有的人要遵循的这个真理的道路，就亲像咱伫这个主教是咱的基督文内底讲，互伊的旨意会通伫第二安怎亲像你天，有可能无？牧师啊，无可能啊！社会行到这个地步，哪有可能？咱要哪去影响社会？即摆是社会影响教会啊！足侪观念想法拢是用社会想法观念咧想。咱已经无教会价值观，无教会的迄个主体性。但是透过年尾这段圣经，我家己深深的领受是，咱会使。但是咱足要紧做啥，也是年尾咱今日无读到所在。当遮的百姓勇敢起来做工，虽然有遮人甲因指灯、甲因笑、甲因攻击，甚至甲因讲恁起迄个声开始起声对无？这人甲笑讲恁起个声无路用啦，连迄个狐狸若跳起哩吼，这个声喏，都会放去啊。咱知影狐狸是足轻对无？意思讲你起个声无路用啦，迄狐狸跳起就放去啊。所以到尾年尾甲伊遮的同胞，必须一手举武器，一手做工。哇，到底即款的地步，但年尾无放弃。完成这个城，虽然这个城是一个足简单、足细城，拿伫历史来看，这是一个足简单，但是52天起好，哇，是足无简单。起好了，城起好是头一步，年尾知影，起这个城52天起的成，
但是免啊，互即个遮个百姓会通久久长长，伊原倒转来是足要紧。透过即个经学书，透过经学书来伫迄个所在，邀请经学书伫众人的中间来读什么？圣经讲读上帝律法书。以前的人毋是大家拢会通捌字，只有即个经学书会通读即个读字，所以必须邀请经学书伫众人的中间读圣经、读上帝话，互百姓啊。圣经内底记载，百姓听了感动流目屎，因为因已经袂记咧上帝话，因已经足久无读上帝话啊。但是透过上帝话，重新起造因的信仰，因进前52天起造耶路撒冷城，这个是透过上帝话开始起造因的信仰。然后讲，阮需要悔改，阮需要认罪，阮需要开拄起。在无下上帝的这个罪的代志，用我家己了解，这叫做教育，也就是咱过去的宣教师做啊。因拍拼传福音，我当然南部较无遮尔熟，我来读到北部马街日记，伊到伫一个庄头报道，迄天安尼一天内底100-200人洗礼。哦，迄实在是无简单吼。但是，安这人洗礼，因为我以前伫罗东牧会，而且宜兰区当马街去到遐传福音，100-200人洗礼了，伊就叫伊学生留伫遐做头家者。问题伊的学生对伊才对3个月，就留伫遐做头家者，家己都圣经无熟，所以足可惜。伫宜兰地区设立16间的教会。后来马街转来伫淡水，就无啥物真侪机会通到伫即个宜兰地区，无过去牧养。伊学生嘛呢半通西也无法度安那，所以16间到伫马街过身的时阵2间，拢无去。但是反倒转看伫即个淡水，看伫五股坑，看伫即个艋舺顶顶，伊有牧养的教会安那，到今仔日拢要伫。我今日拢要伫，就发现讲即个教育的重要性。若无好来教遮个传教者，教人会通真做传教者，将上帝话搁继续教导遮个信徒。虽然一时的感动洗礼，加入教会，伫短短无到20年的中间，拢无去，哇，这是足可惜。所以今仔日是新南义的即个奉献主日，特别牧师透过这段圣经，也搁一届呼吁咱神学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咱若无慢慢，咱有即个社会冲击，咱的价值观、咱的主体性直直无去的时，什么人会通来甲咱讲正确的信仰？什么人会通正确来开拓圣经上帝？咱真正需要有好的神学院，栽培出好健全的即个传教者，进入伫教会，帮助教会建立信仰，抓条伫迄个信仰的价值，抓条伫信仰的目标。互咱伫即个社会冲击中间，毋是愈来愈衰退，毋是愈来愈世俗化，反倒当咱会通坚持咱真理的道路，行伫上帝欢喜的这个。但是神学院足无简单，我真正注意咧看，台湾最近足侪大学咧关门对无？是毋是？有看到这个新闻无？为什么？咱讲无囡仔，收无学生啦，大学伤侪收无学生，所以我着甲注意看，当一个正常一般的大学的人数减到3000个，伊就开始叫做开始危险，爱注意讲真歹经营。比3000人较少，真歹经。来到减到2000个人的时，开始就爱借钱办学校，就是开始无啥教。到伫1000个以下就破产。迄个教育部就接管，了就开始来改善校在管理。
因为要经营一个校是非常的不简单，侪老师，侪这工作人员有这设备，但是各位你知影无？包括台南新学院、台湾新学院、玉山新学院有几学生无？一个学校拢差不南北新大概是一个学校拢100几个学生，那玉山新学院无到100个，拄我讲1000个以下学校都要破产了。请问100几个人要哪经营？我伫8年前有担任新学院的董事长，教育部的官员来看学校时，问一个讲：恁即款学校要哪经营？所有的学费收来只有占学校15%的经费，无到20%，差不多15较紧到20。恁即个学校要哪经营？那照教育部官员是讲客气，那讲伊就讲早就安怎，早就爱破产，敢毋是？我做董事长，我实在毋知要哪回答吼。我就想者，上帝，我即灵感，我讲，阮的学校后壁有1000几间的教会，为着阮祈祷，甲阮支持，为着阮奉献。那安尼，阮阁有上帝甲阮同在。官员听了笑笑，伊嘛毋知要哪甲我回答。伊讲，嘛有影。学校嘛100几年啊，敢毋是？未倒，敢毋是？未倒，表示讲咱过去真正感谢上帝感动，做遐尼姊妹为着新学院来支持。虽然逐年拢你感觉足欠费，但是逐年都安尼过。即届风台南部较无严重，就顶一个风台，但是伫北部伫新学院，2个人才摸一条的即个大的樟树。倒6丛，半倒差不多10丛。到今仔为止，阮要清袂好势，因为哪？因为我请人来清就好啊。因为迄较大丛哦，足歹清，爱切啊。但是请人爱饲啊，请人来拼爱饲啊。主要就是阮的校工啊，甚至阮学生啥，大家斗帮忙去搬去创。到今仔日要清袂好。而且困难的中间，我相信。对年米学习者，来，咱做伙来去做。我说要邀请咱做伙来去做。若来去做，咱东门巴吉的纪念教会，那么做伙来去做是啦。互新学院甲教会诚做一体，互相帮衬，互教会诚做学校的帮衬。新学院来培养好的工作人员，即个教会诚做教会帮衬。即款好的即个。互相帮衬的这个关系，互咱会通行更加久长长，互教会通兴起，互新学院也通兴起。咱迄个学校有准备一个短影片，我请东工会通来放这个短影片咱做伙来看。包括这个影片嘛，为着要讲起来讲，为着要省钱内底所有演员是阮的老师甲阮的学生啦做伙来分享学校的这个欠缺甲需要。咱若毋捌去过即个学校，邀请咱一定要找机会去，因为我有真侪朋友去到遐，拢甲我讲，你住伫。迄个时阵开始，咱就行往真捌听的信仰旅程，这也是家己的旅程，排起家己的十字架，毋管紧也是慢，咱拢正全力向前，总是有真侪咱料想袂到的情形，所以。咱便会感觉孤单无伴，甚至会感觉野生就要放弃。上帝的疼是超过咱会通理解的疼，这个疼显现出咱生命中的美好，也是陪伴咱总是有真侪咱料想袂到的情形。所以咱便会感觉孤单无伴，甚至会感觉野生就要放弃。上帝的疼是超过咱会通理解的疼。这个疼显现出咱生命中的美好，也是陪伴咱度过困难甲挑战的力量。爱是被呵护，爱是支持到底，爱是一种陪伴，是一个双向的关系。我的外婆，上帝和我的家人，想到我的爸爸。
被误会、不被了解，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害怕的时候，非常无助的时候，去到漂亮的地方旅行的时候，接收到有小礼物跟这个点心的时候，上帝听啊是非常的丰丰富富。通过一人的分享的中间，咱会通更加了解到上帝听。就亲像圣经所记载讲，上帝听世间人。咱要唔捌伊的时阵，上帝就大声听咱。也因为听因果，耶稣愿意行用十字架这条路。也因为听因果，耶稣有对四个带予咱拯救的工吧。主要是在时间上面的管理，越来越会自我怀疑，也对未来的方向感到很迷茫。希望能够透过音乐，让人和神产生更好的连接。学校有很多的资源跟机会，可以让我去学习我不足的地方。我们未来是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必须要思考到我们未来服事的对象，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正确的福音，把这个好消息能够正确的传递给他们。以前我们设定的是讲道跟查经为主，但是进到现场之后，发现有很多的行政、总务、管理的事务也要我们来参与。不同人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很难用自己的知识跟能力来满足不同会友的需要。但真的进入教会之后，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同工不足的问题。了解到耶稣是我们的好牧者，学习他，了解每个羊群的需要，所以我们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与能力，我们也满足羊群的需要。学习到更多了解自己的有限，更需要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依靠上帝的能力，寻找同工，也陪伴他们一起来学习，我们都从当中一起得到成长。大成伫台湾的社会内面，只是一个小型的宗教研修学校，观察会当行过152年。在这个过程中，唔但看见上帝的恩典，也看见兄弟姊妹因为听，透过实际的行动、金钱的奉献来起造这间神学院。这款听并无因为时间消失，而犹阁留存伫这个校园的各所在，直到永远。亲像圣经尼希米记2章18节所讲，我甲因讲，我的上帝的手怎样帮助我？甲王对我讲什么话？因讲，咱起来起做。对安尼，因奋勇做一个好的工。兄弟姊妹，邀请咱做伙手牵手，为着台湾新人院的未来，奉献出咱的一份力量。听是付出甲奉献。也是一款深深的承诺。伊的计划，互咱伫听的中间向前；伊的计划，互咱伫听的中间得到完全。虽然每一个人的脚步无同，无论头前安怎，咱犹顾继续向前跑走，行往对上帝有信、对人有听、对土地有情的意向。这个社会掠条，行向这个社会路，袂记阮就倒转到伫上帝你的路。主帮助阮，透过你的话，搁一届提醒阮，帮助阮，阮会通倒转到伫你面前，互你来引带，互你来保守。主，所以阮需要有更加好的教育系统，会通有好的工人进入教会帮助，让你青梅建立信仰。阮也需要教会会通来支持神学院，也将这个好的人才送到伫神学院。来伫遐来受训练，甚至也伫遐诚做老师、诚做工作人员，互神学院甲教会诚做一体，共同扶持帮衬，做伙来成长，做伙来建构，互你的圣国会通得到兴起，互你所交托即个要紧的使命，
往好天的传福音会通来完成。主多谢你甲阮同在，愿你祝福伫阮所做一切工。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三甲来念新圣诗66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来念全首。让三家用奉献来回应上帝听。
请起立。坐，这是我来报告。今日是台湾圣汉院的奉献主日，台湾圣汉院有派王龙信牧师来到咱本堂来讲道，我代表教会来向王牧师来致谢。咱本堂的老牧师受派去这新的常年教会，中间牧师受派去高雄的草寮教会来服侍。那请大家兄弟继续为着台湾圣汉院的关心奉献甲代祷。本周11月20拜三北克力圣经学堂要读到的经节是《士师记》第16章第9节到20节。欢迎兄弟踊跃至线顶来参与。11月24日后主日，咱要举行感恩节的感恩礼拜，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备办心来向上帝献上感恩。在当日的礼拜中，咱要举行2026年到2028年的新任的长老执事的就任典礼。以及2026年团契机构首长的就任。佮续接咱后礼拜煞第2堂了后，一大礼拜堂要举行诗会的训练，请中职甲新任的执事老部来参与。本会自12月7日礼拜的第1堂礼拜，咱要举行洗礼甲健身礼，嘛要一后礼拜要举行问道礼。要报名小儿洗礼，请向办公厅来报名，报名到后礼拜截止。本教会自12月22日要举行圣诞节的联合的赞美礼拜，甲圣诞爱唱。当日第1堂甲第2堂要合并19点半来开始。礼拜煞要至社区发展中心来举行圣餐的爱唱。要参加爱唱的兄弟，请向团契的会长来报名登记。无参加团契兄弟，请向办公厅来购买，每张是300块，购买到12月7日截止。以上报告。今日介绍无新来的咱顺续来介绍王牧师娘哦，好。好，请坐。咱做伙来读今日的金句。今日金句是《尼西米记》第2章18节，尼米记第2章18节。来，我先读一遍，煞接咱大家做伙来读2遍。我搁甲恁讲，我的上帝的手怎样帮助我？甲王对我讲啥物话？因就讲，人起来重建，对安尼，因坚强起来，做即个好的工程。咱做伙来读2遍。我搁甲上帝帮助我，甲王对我讲啥物话？因就讲，人起来重建，对安尼，因坚强起来，做好的工程。第2章18节。
好，来，即摆咱要念上人的诗389首，阿罗上帝至悬至尊，念诗后要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当恁通平安倒转去，因为上帝疼惜你，伊赦免你的罪，放下你的重担，伊要医治你，要赏赐你平安。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他，圣神引带保守，扶持帮赞，甲恁众人同在，对此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密道闭会。
的时嘛，